瘦咗30幾 kg 係嘛？係啊，大佬係瘦咗30幾 kg，嗰個產品咧，你哋不能錯過，好似有啲熱喎，係嘛？喂，大佬有啲熱喎，有啲咩攞出嚟吹下？OK， 呢一個好要嘅朋友仔自己打。嗱，如果你真係咧要我揀嘅話咧，我會其實好難揀喎，3個味道都咁好食，真係有3個味道都咁好食。嗱，如果你買俾小朋友食嘅話，咪買 ED1 同埋 ED3咯，佢個味道就唔會話咁濃烈咯，個味道唔會咁濃烈。如果你想野味啲，就買紅色。不過其實3包都可以買。如果真係推介嘅話咧，應該會試一，其實真係可以過得好喎，59蚊。好嗱，要嘅朋友仔自己打啦。ED1 係呢一個藍色 ，ED2 係紅色 ，ED3 就係呢個橙色。好，咁我過啦嚇，過啦。嗱，有乜嘢想許願嘅，你哋就打出嚟啦嚇。有咩想許願嘅，你哋就打出嚟啦。好，跟住到呢一個乜嘢？呢一個係一個酥炸嘅魷魚酥，係啦，酥炸嘅魷魚酥啊！呢一個小心啲買喎，小心啲買係嘛？係啊。嗱，呢一個庫存非常之有限啊！呢一個嗱，咁我講一講先。呢一個食過嘅朋友仔覺得好食嘅，幫我打個1字。食過嘅朋友仔覺得好食嘅，幫我打個1字啊！係啦，食過嘅朋友仔覺得好食嘅，幫我打個1字。呢一個酥炸嘅魷魚酥，酥炸魷魚酥。好。有冇公司啊？係咯。係啊，如果冷氣唔得啊嘛，你就唔得。咪咯。你每個我都頂，你係點夾去？你夾上同叫做咩咧？夾上先吹到啊嘛。你夾上去反而吹唔到嘅啫。你快啲幫我攞風扇嚟係嘛？嗱，呢一個魷魚酥食過覺得好食嘅朋友仔，幫我打個1字啊！呢一個係啦。好，頭3個打1嘅朋友仔嚟啦。同事幫我送份神秘禮物俾佢。頭3個打1嘅朋友仔幫我送份神秘禮物嚇，你幫我 cap 係啦。嗱，呢一個魷魚酥，佢呢一個咧係非常之好食嘅魷魚酥。仲要呢一包咧係大包，120 gram 嘅呢一個120 gram。咁我開俾大家望一望先啦。呢一個如果未食過嘅話，我覺得你哋真係可以試下。食過嘅你哋自己團購啊。呢一個咁呢一個咧入邊係點樣嘅咧？大家都知得到啦，魷魚咧係非常之貴噶嘛。如果你去酒樓咧嗌一碟魷魚酥咧，係計你小菜㗎，計你小菜㗎。嗱，咁呢一個咧係一個酥炸嘅魷魚酥啦，係啦。嗱，咁出邊咧就係一個好脆口嘅出邊呢一個位置係非常之脆口啦。咬開俾大家望一望先。跟住中間嗰個位置咧就係嗰個魷魚酥、魷魚絲，好，中間呢一個位置就係呢一個魷魚絲同魷魚酥，出邊係一個好脆口嘅，中間個位置咧好鮮甜，好嚟啦！呢一個一包係120 gram， 120 gram， 好多肉係嘛？咁呢一個咧，因為大佬嘅公仔咧擺埋咗一邊，唔知道咧原來仲有，但係唔多嘅，原來仲有百零包擺埋咗一邊，唔記得攞出嚟。咁我有效期我講一講先，同時都幫我寫埋落去啊！去到26年嘅10月21號，26年10月21號，今日咧我哋個價錢係非常之優惠俾大家。因為以往你都知啦，因為魚酥咧好似賣緊60幾蚊，今日如果你有食過嘅，你自己可以買。去到26年嘅10月21號，咁我哋應該8月尾左右到貨啦。8月尾左右到貨，你應該大概仲有2個零月食用，2個月。我哋講獨立寄出咯。係，但係呢一個咧不夾單，即係唔會等齊所有貨係嘛？係啦，唔等齊所有貨，獨立寄出呢一個好唔好先？但係今日俾你嘅價錢咧係絕對優惠嘅。呢一個原本係賣緊60幾蚊一包啦，今日嚟到
見到老闆不停食去咗嗰度喎。嗱，原本60幾蚊一包，咁我當你係60蚊啦，我當60蚊一包。如果買3包係180蚊，買3包係180蚊。今日我哋嚟啦！